各位兄弟平安，新年快乐！好，这是今日有较热，但是真好势，咱有太阳，咱感觉真温暖的感觉。咱来看信息299首，这首诗歌，歹势我嘛头一摆唱所以咱做阵来练习我是希望大家会当看咱头前的信息，会当凭信息来看，我解说一下，安尼较好唱因为有小可复杂所以咱会当的，咱看头前的信息好无？将咱迄开信息299首，咱就来敬拜俄罗主上帝。这首诗歌是巴基斯坦的音乐真好听。两面咱的新冠队看噪音嘛，给咱做一个配乐真好听。但是咱爱学习咱爱学习看是要安怎唱咱迄开袂？迄开好，咱来看头前，伊这是24拍所以咱有看头前遐有写着副歌甲尾声的意思就是讲第一节头一段。第一谱表跟第二谱表，咱看第二谱表遐有一个写1甲2有无？写1甲2，遐1敢若讲1的时阵是唱第1节甲第4节的时，咱爱唱，才有反复。所以意思就是讲，咱开始唱的时，伴奏伊会有一个前奏。尾咱唱的时就是第一谱表跟第二谱表，咱唱2届，因为有反复反复了后，咱来看第3谱表是毋是1、2这嘛有反复所以咱小看者，意思就是讲，第一谱表、第二谱表反复之后，第3谱表咱搁反复之后，会开始唱。唱完到第2页的时阵，上尾有一个 DC 有无？咱有看到一个 DC 迄个 DC 就是要开始唱第1头前头前的时阵，咱就是跳到2咱就跳到2，所以咱练习看卖念第2节、第3节跟第4节的时阵，还搁唱头前的咱来唱一届咱来唱一届来看卖来预备来，先前奏。咱就来敬拜。
来完成啦，哈。哦，发现讲大家看头前可能较方便吼，啊，只是讲咱来了解讲伊即首诗歌是安怎来进行的，所以咱来看咱的信息吼。啊，可能看这就第一唱就是无问题吼，就是要看谱会较困难吼。念咪吼，咱正经咧唱的是速度会较紧，咱稍微快一点点哈，咱的旋律较紧一点，咱手弹一站，好不好？那我们第一节再来一次，我们恢复原本的速度，来哦，手弹一站就好哦，来，咱就来敬拜我主兄弟。113首，唱甲拢热起来吼，袂寒吼。好，来113首，我来调记你，比如说我来做，咱一个是真感谢上帝吼，然后咱平安过2005年，咱迎接咱今日是2026年头一个主日，咱来调记主，吼，调记主，咱来真学罗天父上帝。好，咱来唱第一节到第二节。444首，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这首诗歌咱唱一节就好。吼，因为今日有临时，所以所选这首诗歌，祝你调面互你的清楚。吼，这是就任的时阵，咱来所唱歌。唱一节就好吼。Thank you.
请咱大家备万心来敬拜上帝。万国啊，要称赞上主；万民啊，要阿乐伊，因为伊对咱是大慈爱。上主的信心永远遵守。哈利路亚，称赞上主。咱做伙来吟圣诗第299首，咱就来敬拜阿乐主上帝，请听听伊。Amen.
道。听谈阮的阿爸爸上帝，你是荣耀主，你是主爱天父。伫新年的第一个主日，阮聚集伫你的圣殿，要通过敬拜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搁再一摆赐阮这个宝贵的日子，互阮聚集做伙迎接新年的起头。今日也是新的冬天就临，要伫这个信仰的大家庭，通过你的引带，互阮守彼此相听的诫命，甲宣扬福音的使命。要照你的话来信、来活、来行。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阮感谢你安搭阮伫这个台湾的岛屿，伫这个世界纷扰无停，民主甲独裁争战无煞，物资能源、气候难关不断的处境下面，虽然真恶但长，总是上帝你互阮通瓦靠，伫风雨中赐阮平静。伫面对艰难处境的时，互教会青年有勇气来学习，对若若发生代志，我要安怎转变做若发生代志，我着做啥物？对安尼无灰心失志，反倒当积极做伙学习急救甲民防，愿望会晓保护家己来保护别人。展望新的一年，政治的分裂歹收复。社会对立也持续，世界经济搁较冷，危机可能会较放大。阮感受到黑暗，心内真苦楚。这压力毋倒好是伫温存的试炼，是你要呼召阮为着活命的真光来做证。你是信实的上帝，阮所拄着的试炼，拢是人会拄着的。你袂互阮拄着担当袂起的考验，当阮拄着考验的时，你要甲阮开一条出路，互阮忍受会牢。阮的腰嘛会喙焦，阮阁有身躯的病痛，互阮感受到生命的软正甲有限。代笔讲，义人有真侪苦难，毋过上主你要救因，拢脱离。求你，互你所听的人，拢得到解救。你是拯救阮的主宰，我要向你呼求。即使阮若拄着攻击，请你保护对敌较赢，因为你甲阮同在，你要保护阮。请你帮助阮，着学习行好，着追求公义正义，解救受欺压的，为着鼓励善愿，为着寡妇来辩护。有基督耶稣的心志，毋通干那顾家己的代志，嘛着顾别人的代志。求你引带阮，就使阮用警醒代替不安，互阮着疼厝边亲像家己。你爱阮着照顾家己，因为身躯是圣神的殿。领受你的平安，才有气力照顾厝边。请你找阮传播、宣扬、见证上帝国的福音。查听毋通干那用话，还是用讲的。要实实在在来实行，通过实际生活的改变来彰显、见证你救赎的大权能，来荣耀你的圣名。只是我们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讲，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你对亲像日天，阮的日子也是阮，下面阮的好物，亲像阮后下面阮的人。我哋做阮嘅日子，就叫阮愿意迄个歹的，用过阮的阳光拢是你所有，代代相承。阿免，请坐。请咱献为圣诗后面，圣诗后面启文文第47篇，这篇启文是出自以赛亚书第49章。咱做伙来回应。众海岛啊，要听我的话。我伫海里上主着顶了我。伊互我的嘴亲像来刀。
做我占的钱。伊有对我讲，你是我的萝卜一式的。我就讲，我打拼是空空。要不我靠上主替我伸冤。我离开你，上主就做我做伊的萝卜，要互雅各回应伊。因为上主看我做尊贵，又讲你做我的萝卜，行行去雅各的同时做。毋若安尼，我袂互你做较大的事，我嘛要设入你做立邦的光。咱做伙来吟诗第113首，我来调戏你救赎我的主，听听开吟。
咱做伙来祈祷。至愿的上帝，阮感谢你赏赐救赎的大恩典，是主耶稣伫十字架顶为阮流血放杀性命。你互阮会做来得到赦免，由你查看真理的神，充满伫这个圣殿，充满伫讲道的牧者，也充满伫每一位坐伫这也是网络的兄弟姊妹。互牧者所传的信息，有你宣传的真理，有圣神的光照伫阮的每一位听道的心，开拆阮的心门，互阮谦卑领受你的话，亲像好徒接受福音的种子，引带阮行伫合理心意的道路顶。伫台湾这个岛屿，面对政治的动荡、经济压力、国防威胁甲种种的挑战的时，帮助阮无受惊吓捆绑，反倒用牧人的身份，实行公义来对抗不义，心存慈悲来关怀受苦的人，用谦卑的心甲上帝做伙行，诚做这世代的更改人，愿将今日的讲道、听道甲一切回应，完全交托伫上帝你的圣手，由你照你的旨意来成就你所欢喜的。愿咱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来用读圣经，今日的圣经经文是记载伫以赛亚书第49章第1节到12节。以赛亚书第49章第1节到12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正海岛啊，就听我讲，住伫真远列国的人民啊，你要注意听。上主伫我出世以前就警告我，我要伫舞台就甲我号名，伊互我的嘴唇，互我的嘴亲像来咸。用伊的手庇佑我，保护我，伊互我亲像活较金细细的钱，甲我藏伫伊的钱地内面。伊对我讲：以色列人，你是我的牧人，我要通过你显示我的荣耀。毋过我讲，我的劳苦拢是空空，我用真困难，拢无才干。要求上主是我的来国者，我一定会对上帝得到报酬。我伫舞台，上帝就做我，互我做伊的仆人。通互雅各的后代倒转来伊遐，带以色列流亡的子民聚集我来，安尼，我伫上主面前会得到荣光。我的上帝嘛会真做我的困难。现在上主对我讲，我要互你做我的仆人，互雅各达支族去复兴，把流亡的以色列人带回来。我要搁互你一项重要的任务，互你做万国的光，互我会拯救普及天边海角。上主以色列救赎主，以色列圣神的上帝安尼讲：你这个受人藐视、和万国痛恨、做统治者的奴仆的人，君王看到你会徛起来，领袖看到你嘛会趴落去表敬意。这个事会实现，因为上主信心，因为以色列圣神的上帝有竞选你。上主安尼讲，伫我欢喜接纳的时，我有应允你；伫拯救的日，我有帮助你。我要保护你，佮通过你甲我的子民地约。我要互你伫已经荒废的土地中间，佮定居。我要甲受掠的人讲，恁自由啦！我要甲伫黑暗中的人讲，出来见光。因会亲像羊，沿路有草通食，
风味的所在拢变做牧场。因的腰卖喙焦，日头甲受风袂；因袂腰嘛袂喙焦，日头甲受风袂伤害因。疼惜因的是因带因，带因甲水泉边。我要伫所有山岭开大路，甲大路拢吞完。看咧，我的子民对真远的所在来，有诶对北平，有诶对西平，嘛有一寡对去年地方来。愿上帝话，互咱知影，伊对咱的疼袂改变。下面要请圣歌队阿萨204班用诗歌带咱来敬拜。因要唱的诗歌是《主，我担伫遮》。这是请黄春生牧师分享圣经上帝话，题目是正做万国荣光的仆人。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今仔日2404班通过这首诗歌，主我担伫遮，来带领咱来敬拜。今仔日也是咱教会新任的长老执事甲首长的这个就任。通过这首诗歌，讲我伫遮，伊要来问讲，迄个日，其实就是亲像摩西受上帝呼召的时阵，伊讲我伫遮；亲像亚伯拉罕互上帝呼叫的时阵，伊讲我伫遮。甚至以赛亚先知伫以赛亚书第6章的时阵，上帝会问讲：我通找治水会通为阮去。先知伫遐嘛是讲，迄个日我伫遮。
我伫遮，其实咱每一个人来到伫教会，来到伫上帝面头前，咱其实嘛是咧应答一句话：我伫遮。伫礼拜后，我要行出去，行出去了后，就是要成做上帝国的使者。亲像咱今仔日所读到这段经文，其实嘛有一个真要紧、受差遣的意思。伫先知以赛亚书内面，咱捌讲过40章甲55章，咱称作第二以赛亚，因为这个时期是伫巴比伦的时期，所以咱对40章读到伫48章的中间，咱会当看到、听到因伫巴比伦伫遐做奴隶的艰苦的苦楚，上帝呼召新的一个拯救者，叫做塞鲁斯。咱讲波斯的皇帝塞鲁斯。其实咱今仔日对49章开始到第55章，巴比伦这个名词已经无去啊。过来塞鲁斯这个名嘛无搁一遍讲起。这是啥物意思？就是讲对49章开始，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过去的压迫要过去啊！为什么塞鲁斯嘛无去啊？因为塞鲁斯做皇帝来打败巴比伦了后，9冬以后伊就过身啊。所以这个王嘛毋是因所期待的这个弥赛亚。来头前咱听到咱所看到的，哪亲像塞鲁斯是弥赛亚共款，因为圣经内面讲上帝要拣一个外邦的君王，成做因的拯救者。确实，上帝会通调动无论有信无信的人，甚至全这个地区的领袖，拢有可能成做上帝伫历史中间的一个使者受差遣。到伫今仔日，咱对自这个49章开始，到伫55章，伫遐其实有几啊摆出现一个形象。就是奴仆的形象。咱咧讲起49章第1节到第7节，是一个出名的奴仆的诗歌。其实这是第二首的奴仆的诗歌。42章嘛有一首奴仆的诗歌。到第50章的时阵，咱嘛会当看到第3首的奴仆的诗歌。上有名的奴仆的诗歌是52章到第53章。为什么要通过这个奴仆的诗歌来引出因要离开做奴隶的所在，转去到耶路撒冷？其实咱会当去亲深一种体会。奴仆其实原本伊的意思就是奴隶啦，奴隶的诗。当一阵奴隶咧唱诗的时阵，是一个悲惨、哀哭的诗歌。但是伫遮，伊要转化一种的这个面貌，就是安怎？咱虽梦受拍倒，但是咱犹原倚靠上帝。伫这首奴仆的诗歌的开始，毋是一个怨气的开始。咱是一个呼召，因为一开始咧讲正海岛住伫远远的所在的人恁着听。所以这首诗歌一开始就是普世、列国、万民发出一种的呼召。这款的呼召是呼召远远的所在的人。咱讲远远的所在，用咱今仔日咧讲偏乡啦，一寡毋是中心的所在，是遥远边缘的所在。一般人拢会认为，上帝要呼召，应该是呼召安怎？这个人人生一帆风顺的人，这个人应该安怎？真有名，甚至真成功的人，上帝才呼召伊。但是经文内面却毋是安尼。上帝竟然是呼召遐个错一个人、边缘的人、互人看轻的人。所以以赛亚书49章，拄是写互即款的人，毋是即款的人伊无有信仰、无努力，毋是，
是即阵的人，因久长伫历史的中间的黑暗的中间，检采因会去问一个代志：阮真正是互上帝所差遣的吗？如果是，为什么阮无看到迄个成果？即款的心声，其实咱一点仔拢袂清楚。因为过去伫追求民主的中间，犹原坚持良心的公民，虽讲真艰难，但是犹原坚持到底。甚至为着要来推翻改革的人，检采伊拄着阻挡，伊犹原安怎无累志。圣经内面用即款罗卜的诗歌，其实要来带出一种帮助咱。互咱安怎，搁较有迄个同理心啦。像咱长老教会信仰个别的中间有讲起，通过听甲受考，成做5万的记号。咱若无受考过，咱就毋知影上帝恩典的价值。咱若无伫受考的中间、黑暗的中间看见光，咱就毋知影光的要紧。所以以赛亚书49章。伊伫遮毋是要来责备遮个失败的人，伊嘛毋是要带来甲因安慰，伊是要甲因讲，伫困难的中间，你敢有听见上帝呼叫的声？所以咱先来看第1节甲第3节，伫遮先知一开喙讲：正海岛啊，住伫真远的列国的人民啊！即两个词，海岛毋是讲咱今仔日去度假，毋是。这是咧象征迄个世界的边缘，受看轻、受忽略、受排除伫中心以外的所在。上帝话毋是一开始就对遐个中心的人，也是讲迄个强的人、成功的人咧讲，乃是遐个世界的边缘受看轻的人发出伊的呼声。包括真远列国的人民，上帝有缘要因来呼救，要因来呼召因。所以伫线接先知咧讲上主伫我出世以前，就警告我。即句话听起来其实是真实，因为有真侪先知有即款的感受，若亲像先知耶利米，伊受呼召的时阵。也是诗篇139篇内面，会对性命的即个懊恼的时阵，会讲起我对母胎的时阵，上帝你就呼召。所以一个人的价值，毋是伊成功了后，上帝才呼召伊，是乃是伊还未出世的时阵，上帝就呼召伊。这就是先知要互即阵受掠的百姓，甲因讲。毋是你今仔日失败，上帝无要甲你呼召，上帝伫你还未出母胎的时阵，上帝就要呼召你。怎接上帝咧讲，伊要互伊的话伫咱的喙内面，亲像来的剑。来的剑毋是要来伤害人，来的剑是要来安怎拍破迄个白贼。也是讲摇动咱的信念的物件，真理才会当互人得到自由。因为因迄当时，咱讲自怨自哀，因感觉讲家己受掠，因感觉家己是住伫海岛边缘的所在，啊，阮的性命才有啥物款价值？阮毋是住伫大都市的人，阮是住伫偏乡的人。阮的性命的利益的价值是啥物？当世界在算 KPI 值的时阵，当世界在算利益的时阵，但是上帝要甲因讲，我早就认捌你，要差遣你。所以这是上帝国带来极大5万的所在。当世界要等你去证明你家己的价值的时阵，上帝早就宣告，你的性命还未出母胎的时阵。我就纪念你啊，你就有价值啊。所以上帝要甲即阵自我否定的以色列人，还是讲世界边缘人讲，
你是我的奴仆，我要通过你显示我的荣耀。即嘛，哪像看到咱台湾过去，台湾过去就哪亲像新妇仔共款，是即个互人囥伫中国的边缘。过去台湾对中国来讲，迄是安怎？迄是偏乡的偏乡，你敢知影？若是台湾今仔日无即款的发展，咱永远是会互人看衰。但是若是通过先知讲，海岛啊，这就哪像讲台湾，咱是一个海岛无毋对。咱若用中国来讲，中国是中心，咱是边缘，咱一点仔价值拢无。但是先知伫遮，一讲起上帝目睭内，咱毋通自怨自艾。咱还未出舞台的时阵，还未出世以前，上帝就警告咱：任何一个人拢共款，住伫偏乡的所在，住伫山顶尾流的所在，嘛毋通自我看轻，因为咱是倚靠上帝，住伫世界边缘的人，咱嘛毋通看轻因，因为上帝直接讲。你是我的仆人，我要通过你显示我的荣耀。这对伫受掠的百姓来讲，哇，这是天大地大的代志。我家己自我看轻啊，但是安怎？上帝，你竟然无看轻我。煞只咱来看第四节，第四节安尼讲，我劳苦拢是空空，我用尽气力拢无采工。这是伊生命真深的挫折，真深的挫折。而且一讲起，毋是普通的无成就，乃是安怎？劳苦拢空空啦。这劳苦拢空空，嘛包括啥物？若亲像家己的生命失去意义，无存在的意义。特别咱要注意的。而且讲话的人，毋是伊无相信上帝，是安怎？伊的信心野线啊！人有缘徛伫好条的中间，但是安怎？伊无放弃，但是伊嘛真野线，无力。真侪真中的人，真实的迄个感受，就安怎？啊，真侪安怎讲袂出的吐气，咱讲无力感。即款的无力感，这就若亲像受呼召的人经过迄个黑暗的困境共款。但圣经内面，而且无甲讲哦你著爱打起精神，无安尼讲。伊嘛无命令伊讲你著爱往好的方向去思考，嘛无。伊嘛无责备伊的软弱，反倒转，伊互伊有一个信仰的空间，伊会通诚实。对上帝伫遐讲我真忝啊，我真忝啊，我好像被掏空一样，我无法度安怎继续挡会牢啊！伊正诚实面对家己本身的挫折，但是然后伊转一个方向，眼光伊安尼讲，要顾。上主是我的裁决者，我一定会对上帝得到报酬。一个做奴隶的民族，已经若亲像一生拢乌有去啊，去了了啊。但是伊伫遮讲要顾，这个要顾，就是咧讲起，虽讲过去安怎失败，信心安怎疲劳，总是伊知影上帝是伊的裁决者。上帝一定会安怎会互伊得到报酬，所以伊的挫折无去否定上帝过去的恩赐，伊犹原对上帝是倚靠，伫这个失败中间愈倚靠，因为上帝所带领的，毋是用黑暗做结束，乃是互咱伫上深的黑暗挫折的内面。
会通安怎看见伊的因带，看见愿望。煞者咱来看第5节甲第6节，就伫即个罗卜，伊游园野线错一个中间，上帝甲讲一句话，讲我要互以色列中保全的归回，搁较是安怎？是少数人。迄个台语和日本是安尼讲，甲流亡的以色列人带转来。好啊，本是讲这是少数，台语圣经无将这个少数甲翻译出来。咱会当通过好啊，本甲台语圣经来甲看，上帝哪亲像迄甲即阵做奴隶的人讲，要转去到伫故乡回归，这是少数。所谓的少数，所指的是复兴甲归回，互分散的人，分散伫全地的人，拢会当重新转去到恁的故乡耶路撒冷。但是，搁较进一步是要啥物？要复兴这个雅各的支派，搁无够额。经文转换一个搁较大的呼调，咱来看第6节的后半段，安尼讲：我搁要互你一项重要的任务，互你做万国的光，互我的拯救普及天边海角。所以咱看到，这有一个转变，复兴雅各的支派，迄是小事，但是较要紧的大事是啥物？要行远祝福全世界。所以伫遮的光，毋是要互你有迄个青影的快乐，毋是要互你有优越感，乃是要伫互黑暗中的人看见迄个生命的出口。因为黑暗的中间看见光，迄就是一种出口。所以上帝要通过以色列人的回归，要带一个光。互全世界，你甲想看卖，做奴隶会通安怎转去到伫故乡？互人吞下的人会通转来复兴，搁何况住伫海岛的人，住伫远远的所在、边缘的所在的人，你嘛有可能会通安怎？伫上帝的引带下底得到祝福。无永远伫黑暗中间，无永远伫压迫的中间，要互绝望的人会通知影，咱的性命无永远绝望。这是这段经文真要紧的。所以上帝先救咱，救咱是要成做世界的祝福。所以上主的罗卜，无应该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是要成做全世界祝福的管道。所以咱毋通将上帝竞选当作是一种的特权，咱爱将即款的竞选活出来，是一种的责任。所以以色列人因受了归回，毋是干那复兴因本身，因爱做一个光，做一个见证，互有缘受压迫的人会当看见。上帝当救阮，上帝嘛会当救恁；上帝当高升阮，上帝嘛会当高升恁。所以只要咱的信仰会通发出迄个光的时阵，就是将上帝公义甲怜悯显出来，互所有世界的人看到。所以我得到复兴，我得到高升，迄是小可代志。搁较大的代志是啥物？互普世拢会通得到大光，有公义，有怜悯。咱今仔日咧讲台湾，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敢若咱民主，安尼敢有够额？无够额。敢若咱有上帝国的价值，安尼敢有够额？无够额。咱应该爱互全世界拢行向上帝国，有充满人权，有充满公义，
搁较有灵敏。这是咱的上帝通过这段经文，要互受掠做奴隶的人知影，嘛是要互咱知影。住伫海事的人，到伫遥远的列国，拢会通看见上帝的计划。这是较要紧的，这是大项事。所以一个国家敢若顾家己好，迄毋是真正好，迄是小事。真正好是全地拢安怎，拢爱做阵好啦。咱若讲民主自由是一个瓦近上帝国的价值，安尼咱要讲，这对咱来讲是小事。大事是啥物？爱互全世界拢会通经验上帝的慈悲怜悯，互全世界拢重视人权，互全世界有自由民主。这较瓦近上帝国。咱若无安尼做，咱有可能会安怎？搁亲像受掠到伫巴比伦，也是受掠到伫，也是走到伫迄个埃及。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的中间，需要去出埃及，需要去出巴比伦。人类的历史讲起来嘛是安尼，咱拢对伫迄个黑暗的中间，望看见光明行出去。咱嘛期待台湾人会通出头天，嘛期待足久啊！这拢是对咱来讲是一种信仰的反省。再者，咱来看第70甲12节，伫这段经文咧描写，互咱看到这个罗卜毋是所有拢赢的人，毋是，伊反倒转哪亲像失败者。伫第7节。遐会讲起，你这个受藐视、互万国痛恨、做统治者的奴隶的人，即句话毋是咧描写一个英雄啦，因为是咧描写一个受人藐视的奴隶。因为因受掠到伫巴比伦，因是伫遐受吞吞做奴隶。但是伫即款的处境内面，上帝宣告，伊安尼讲。君王看到你的时阵会徛起来，领袖看到你的时阵会趴落去，表示敬意。这句话到底在讲啥物？这句话我甲当作是一种转型正义啦。过去受压迫、受欺负，但是今仔日安怎？做领袖的人会甲即阵过去受欺负、欺压的人，伫遐甲回失咧。敢会记咱台湾民选总统了后，到有5、2、2、8会死咧，有无？这是安尼来产生的呢。所以伫遮爱讲，君王看到你会徛起来。若是总统是亲像古早君王的时阵，咱看到咱的总统对2、2、8，也是遮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的家属，伫遐徛起来的时阵，你就会当看到这段的经文。真正，这就是一种转型正义。转型正义毋是用咱的武力去甲独处倒来。即摆世界真侪就是安怎，无有转型的正义，所以受压迫的人想要用伊的拳头武将对方拍转去。这是咱的世界需要去转变的所在。君王会通谦卑。伫遮受压迫的人的头前徛起来，领袖嘛会当谦卑，去对遮个过去受压迫的人甲致意，这拢是无简单的代志。咱今仔日的台湾嘛还袂行完迄个转型的正义，但是上帝伫遮宣告，我袂互我的奴仆安怎讲一事无成啦。咱的受苦袂白白浪费，咱的性命要紧的要成做一种立约的管道。所以经文内面安尼讲，佮通过你甲我的子民立约，上帝爱咱将伊拯救的故事全世界来发出，互列国毋是做一个旁观者，乃是要邀请因安怎？
加入上帝立约的子民，所以这个立约，互因会通经验迄个亲像许年的想象。路加福音第4章18节到19节，安尼讲起，伊差派我宣布，受掠会通得到透放，无看见的会当看见，受压迫的会通得到自由，宣布主恩惠的年。这个恩惠的年，到伫这个第9节到12节，忽然间目睭就开阔出来啊！是一种新的出巴比伦，新的出埃及。因为这个路呢，真理伫遐讲，恁自由啦！伫黑暗中的人受邀请讲，出来看见光啊！这就是这段经文咧，互咱看到的。恁自由啊！恁出来看光啊！伫芳的所在，旷野会通行出一条路，撩过的人、喙焦的人。无搁互人宰制他的命运，这是一种得到透放。讲上帝要亲自来养饲因，过来遮的描写亲像诗篇23篇，带到伫青草坡凉冷的溪水边，这是一种受医治、受救赎的图像。上帝用出埃及的语言来描写出巴比伦的未来，宣告一个时代的开始。咱来看11节，讲我要伫所有的山岭开大路，甲大路拢喷完。上帝要做这件代志，所以对伫迄当时受掠巴比伦的奴隶来讲，因无法度想象，这是一条新的道路。过去因做奴隶的时阵，啥物人咧受奴，就是奴隶啦。因为皇帝若要去出巡的时阵，有大山你都爱掘落平，有坎坎坷坷你都爱屯落满，迄是奴隶咧做的。但是今仔日上帝竟然取一个奴仆的形象，伫遐甲因讲看，我要将所有的山岭开大路。甲大路拢吞落关，上帝亲像奴仆共款，会做一件代志，就是为着互遮个受掠的百姓会当转去，互因通往自由尊严，建立一个用上帝做中心的新国家的道路。最后12节，经文将咱安怎带到一个所在，咱做阵来看，看咧。我的子民对真远的所在来，有的对北平，有的对西平，嘛有一寡人对虚年地方来。这是迄当时北方的巴比伦、西方的苏利亚，也是地中海一带，到伫虚年，通讲是埃及上南边的迄个向导、墙岛。今仔日咱讲亚斯文迄个所在，亚斯文水库流浪的人拢要回归转来，上帝无将遮个流浪伫世界各所在的人放袂记的，这就互咱知影，上帝的眼界是一种国际处事的眼界，恢复会通互遮个受压迫、受苦、流浪的人，拢会通转来到伫因所徛起的所在。上帝要成做因的上帝，因要成做上帝的子民。咱来想看卖，对即章内面，即段内面，咱会通学习啥物款的教示？我想第一项要互咱知影，呼召是大成伫咱的成败以前。上帝伫边缘的所在，犹原呼召人。虽讲咱有可能咱的性命亲像边缘人共款，受看轻共款，但是圣经内面要互咱知影，当先知伫遐讲起正海岛啊，就是讲世界的边缘
受忽略、受看轻，亲像富庶偏远的所在，上帝爱因安怎无放弃家己？你做奴隶嘛，毋通放弃家己。上帝呼召，将来毋是对伫成功的人，搁互伊一顶王冠啦，毋是啦。上帝的呼召是对咱性命的肯定。咱无论成功也是失败以前，上帝一定安怎？伫咱伫舞台的时阵，已经呼召咱。这意思是讲，伫上帝目睭内，每一个人拢有是性命的价值。这个性命的价值是上帝看重的。咱看到世界，敢有人将人的性命吞吞，有无？真多人。这拢是咱来去反省的所在。伫圣经内面，第一个杀人案，该阮开始小弟阿伯的会对狐狸安怎发出声，向上帝哀求，意思讲上帝看重人的性命。前一阵去看迄个国有器官的电影，看了哦，他有这款的国家，你的器官不是你的，随时拢有可能受下去。但是这种代志发生伫台湾，你敢挡会牢？我想逐个人应该挡袂牢才对啦。但是黑暗中的人看做习惯，咱已经伫光明中的人。看做硬摇。但是要紧的是啥物？今仔日咱已经得到上帝恩典啦，咱应该去关心这受压迫的代志，敢毋是？这段经文对台湾来讲，嘛是真要紧的提醒。台湾受称作小国，是称作边缘。有人讲台湾是政治的棋子。甚至咱受要求要务实的降低期待，但是先知以赛亚书49章会提醒咱：税无等于无重要，受忽略无等于上帝无要呼召伊。上帝呼召一个族群，毋是看伊的大甲小。乃是看伊敢愿意活出上帝国的价值。当世界用 GDP、用军力、用外交来定义这个国家是成功也是失败，咱嘛会有这款的眼光，敢毋是？但是上帝的眼光是啥物？上帝的眼光是用公义、怜悯、真理对人的尊严来看你敢是安怎？倚靠上帝，你搁较有钱，你搁较军事强盛，但是你若对人人权无注重，凊彩就将人的性命杀害，这毋是上帝国的价值啊！所以伫台湾民主、人权、公义的实践顶头。咱毋通自我放风，这嘛毋是一种自道德的优越感，这是一种呼召，你敢知影？上帝呼召咱伫黑暗的中间爱活出光，所以过去伫威权的时代，咱坚持人权，咱坚持言论自由。也因为言论自由的争取，有人因为安尼来丧失伊的性命，敢毋是？地占用先生就是安尼来丧失伊的性命。为着司法的独立，为着公民社会的韧性，这其实就是咧行往上帝国一种的表达。所以台湾应该去拒绝用迄个恐吓来治理。咱嘛应该对抗迄种认知作战白贼。这段经文咧，甲咱讲，上帝话亲像来剑，
上帝话就是真理啦。你爱用真理去对付遐个认知战啊！你爱用真理安怎解破遐个无影无一只的白贼的谣言啊！这真正咱活伫这个世代，咱转来到伫上帝话来看的时阵，安尼咱才会通成做边缘世界的光人。毋是因为咱有啥物款的了不起，是因为咱愿意用上帝的价值来行。所以以赛亚书真清楚的甲咱讲，你受呼召，是因为咱，毋是咱徛伫中心，是因为上帝会记得咱。只要咱尽忠掠上帝的价值，继续打拼来行，咱就是行伫这条通往上帝国的道路。爱知影，小国毋是无使命，边缘毋是缺席啦，乃是上帝要互咱开始发光的所在。第二项要紧的教导是要互咱知影，信心永稳亚善。伫迄个无彩工的中间，又愿将家己安怎交托互上帝。经文内面讲突然，台语翻译真好势，讲无彩工。咱的信心哪亲像出来啦？选举选到安尼，台湾太袂改变，无彩工啊，真亚善啊，信心软正啦。圣经无伫遮要求罗伯讲啥，去好令你的挫折，伊嘛无讲你着安怎爱振作起来嘛无啦。伊用阮伊伫遐怎做一寡 complain 啊，伊用阮伊伫遐会讲起做到遮的，过去努力的拢无彩工啊，拢无彩工。上帝用阮将咱的心情讲出来。咱的软弱讲出来，拢袂要紧。即款的无彩工，即款哪亲像生命中拄着黑暗共款的软正，上帝拢会听啦。咱伫服侍中间，有当时嘛会拄着即款的。我以前真爱看迄个提瑞莎修女，伊有一本册，迄本册叫做《来做我的光》。这本册是伊伫死后了后，伊甲伊的这个神师，就是伊的一个神父，迄甲辅导的神父，因为因每一个人拢爱有一个神父，神父嘛需要有神师，连教宗也要有神师，去甲安怎告诫。这提瑞莎修女，伊拢写批，互伊的神师去甲讲。伊讲：我一生的中间经历真侪灵性的黑暗，我深深感受上帝拢无出声。意思讲安怎？信上帝信一世人，但是上帝拢无愿意讲话啦，无法度感受着上帝。所以伫迄本册中间，伊的批示，伊咧写出，伊伫迄个批示有一段话，安尼讲起，讲请为我祈祷。互我无毁掉上帝的工作，我的内心是较尼黑暗，若亲像一切拢要死啊！佫有一段安尼讲，对伫你来讲，基督有特别的爱，但是对我来讲，是安静空虚，真大真大。我举目看袂着，我想要听。听袂到声音，这是提瑞莎修女伊伫迄个极其艰苦黑暗的心境。咱咧看到今仔日的经文内面，诗人嘛是遐讲，我付出遐尼济无彩工。咱嘛会讲台湾这条行这个民主自由行上帝国的道路，嘛行遐尼久太拢无改变。太民主哪亲像愈来愈倒退，无彩工无彩工，这就哪像提瑞莎伊心情
心境所感受的。但是提律沙修女，伊并无因为无法度感受到上帝，煞来停止伊的服侍，反倒转伫上黑暗的所在，伊悠然，伊的手举灯来照光黑暗，伊甲宋乡的贫民区的人三角地地，甲病痛的人继续甲因服侍。这互咱看到，这拄拄呼应这个以赛亚书49章第4节所讲起的。第4节咧讲：我尽力拢无才觉，要顾上主是我的裁决者，我一定会对上帝得到报酬。伫黑暗的中间，阁有即款的信心，无简单啊！台湾行的即条路，虽往坎坎坷坷，只要咱坚持到底，要行往上帝国，有一日，咱就会通看见主的恩典大大伫咱的中间。第三个要甲咱做阵分享的。受竞选毋是特权，是为着世界承担责任。谈拄啊第50甲第12节，我已经咧讲起，小事是啥物？复兴雅各的支派，复兴这个民族是小事啦。先知甲讲恁着安怎爱有大事，迄个大事就是安怎爱互全世界拢会通安怎？看见上帝的光啦！讲你着互你着做万国的光，互我的拯救普及天边海角。所以受竞选毋是一种特权，是一种责任。受竞选嘛，毋是要来甲人划清迄个界线。有人讲啊，这个我受竞选，我是界线，我较大，毋是安尼啦。受竞选嘛，毋是要进入迄个舒适区啦，乃是要甲遮个受苦边缘的人做阵同受苦。迄就若亲像使徒保罗伊咧甲咱讲的，咱着甲哀哭的人相甲哀哭。罗伯这个仆人之歌，拄拄嘛是咧互咱知影，咱也有即款的同理心。甲受苦的人民三角之地，参与上帝更新社会，带出公义甲人民的行动。中南美洲过去一直拢是安怎？真侪这个军阀当政，真侪乌鲁木齐的代志。过去有一个天主教的大主教伫萨尔瓦多。叫做罗梅罗，伊因为坚持伊的立场，一开始是保守，但是当伊看到人民和政府的军队大屠杀，伊选择啥物？徛出来，徛伫受压迫的迄一边，公开指责无公义的政府。最后，伫一个病院。伫遐主持圣餐的时阵，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所拍破，这是我的血为恁所流的。迄句话拄啊讲了，枪就弹落来，伊就流血就死去。伊咧主持圣餐的时阵，发生即款的代志。伊受杀害，是因为伊选择优先甲宋乡受苦的人三角之地。伊伫遐为着上帝国看重人的价值，保护人的性命甲尊严。伊公开批判政府甲军人，甲遮个财主所造成社会不公义。伊因为安尼来丧失伊的性命，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后来天主教将伊安怎祝圣？
诚做圣人。当咱咧灰心的时阵，咱犹原相信一项代志：上帝犹原使用咱，诚做这个世界被花气微微啊光，用咱的性命回应呼召，伫行公义好人民中间，继续谦卑，甲咱的主三个同行。竞选毋是特权，是一个责任的承担。今仔日咱嘛要举行咱的长老甲执事的、甲首长的就任，即句话嘛，拄拄诚做咱的勉励甲提醒。竞选毋是特权，是为着承担责任，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呼召阮诚做基督徒，这是一个承担的责任。愿上帝你也帮咱，阮无掠基督徒这个身份做特权。阮来知影，这个身份是带有责任的承担，是要互这个世界逐所在行往上帝国，互人权、公义、人民、上帝国的价值普及全地。主啊，愿你紧来！我的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各位来念圣诗，圣诗444首，主，你调明何等清楚，听大家言。请坐。这粒小花要奉三位一体上帝名字接来奉立两位长老以及设立两位长老，请做咱的长老，请受奉立甲设立的长老来到伫台前。
谢中长老甲玉贤长老做阵出来嘿。当谢中长老、玉贤长老林杰甲明德，恁要领受长老的职分，恁都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头前来使用。来应答我所问的问题。当恁要领受长老的责任，恁有确信这是上帝召命也无？有。恁敢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做恁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也无？有。恁敢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成立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也无？有。恁欢喜诚做济人同会的长老，要用忠心尽职服侍教会，各奉基督做教会的头，也做牧师来治理教会，荣光上帝。恁有遵这个心意来行也无？有。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的话，恁敢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也无？只是请会友起立来誓约。你也经常时伫这人教会伫遮聚会，也请你做阵起立。当你已经好世中长老、谢玉贤长老以及林杰长老、明德长老，诚做恁的长老，恁敢有信心欢喜接纳因也无？有。因照教会的制度来治理教会，恁着用欢喜承受甲顺趁，恁约安尼行也无？有。恁着敬爱因、体贴因、替因祈祷，伊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活，爱恁得着救，恁着帮助伊，互因会通尽长老的本分，恁约安尼行也无？有。关系保持教会的秘书，既若有失错，应该通知小会来说法，毋通四界报扬，致到妨害教会的大局。恁约安尼行也无？有。会众请坐，这是咱来举行长老的设立。咱首先来为着咱的长老明德长老三甲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你是捌正人的心的上帝，佮照你的所爱来警调人做你的圣工。伫你的面前，阮发现人的真相是何等的误会、卑微佮重罪，总是你无限的疼，用你的囝的火，阮会会通得到赎回的福气。感谢你伫正人的中间竞选人甲你同工，予有限的人参与伫你无限永远的圣工，有侪人伫你至圣的荣耀的圣职，这是何等的荣光！阮只有用感激来应答你的呼召，求你监察你的采用。但明德长老只是跪落伫你的面前，搁一摆甲你立约，奉献伊本身，求主成全你的旨意，通过你的奴仆的hand手，奉立伊做长老，来照顾你的羊群。主啊，求你的神扶持伊，引带伊，帮助伊来尽忠伫你对天理的呼召的这份。求你甲伊同工，予伊有气力来做好的采用，予伊会晓伫工作中间仰望你，照你的圣旨意引带你的羊群，手术伊的心有智慧，通知羊群的欠缺的需要，及时帮赞，予伊所牧养饲的这个羊群，时常伫青翠的草坡得到饱足，
伫青水的溪水得到止渴，伫凉冷的树林得到安息。主啊，想是伊有疼心，亲像你捌为着羊放杀性命；想是伊有耐心，亲像你遍行山平，超找失迷的倒转；想是伊有自心，亲像你抱羊仔囝伫行前，带全群伫头前行。无论是欢喜、艰苦、富足，也是悲惨，求你，互伊袂记得今仔日的誓约，对伫你的呼召受职，成做教会的长老，互伊忠心尽职，到徛起伫审判台前，对你得着阿罗讲，好搁尽忠的罗布，同心祈祷，靠主的名，阿免。这时，咱来为着法灵节长老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你是捌正人的心的上帝，佮照你的所爱来竞选人做你的圣工。我伫你的面前发现家己的真相，是何等的误会、卑微佮重罪，拢是对你无限的恩典疼。伫你的囝的会。阮得到你赦罪赎回的福气，感谢你伫正人中间竞选人做你的同工，互有限的人参与伫你无限永远的圣工，有侪人有份伫至圣荣耀的圣职，这是何等的荣光！阮只有用感激来应答你的呼召，求你监察你的采用。即时，带人嘅长老跪落伫你的面前，搁一摆甲你立约，奉献伊本身，求主成全你的旨意，通过你的罗布的hand手，奉立伊做教会的长老，来照顾你的羊群。主啊，求你的神扶持伊、引带伊、帮助伊，来尽忠伫你对天理呼召伊的职分。求你甲伊同工，赞伊有气力来做你好的采用。我会晓伫工作中间仰望你，照你神的旨意来引带你的羊群。就是伊的心有智慧，通知影羊群的欠缺甲需要，来及时帮衬，互伊所养饲的羊群，时常伫青翠的草坡得到饱足，伫清气的溪水得到止渴，伫凉冷的树林得到安息。想是伊有疼心。亲像你捌为着羊群放杀性命，就是伊有耐心；亲像你遍行山平，超找失迷的倒转，就是伊有自心；亲像你抱羊仔囝伫行前，带全群伫头前行。无论伫欢喜、艰难、富足，也是悲惨，求你互伊袂记得今仔日的誓约，对伫你的呼召受职，成做教会的长老。互伊忠心尽职，到伫伊徛伫审判台前，通对你得到阿罗讲，好搁尽忠的罗布。我安尼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免。会众请起立，宣告。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官兵，接纳考试中谢玉贤、蔡仁杰、陈明德，成做济南教会的长老，带通知正大家知，这个职分是照教会的规矩交代恁，当圣神设立恁做教会的长老。要照顾上帝教会因羊群，来监督伊，毋是出伫勉强，是着遵欢喜的意思，做羊群的模样。就大牧者显现的时，要得到袂败坏、阳光的冕旒。会众请坐，请小会员来接纳咱面对会众。
咱拍破来接纳翻咱的进路，时常为着伊的服侍来祈祷，请四位长老来就座。这时咱要来举行祭祀的设立，请新入的祭祀来到伫台前。这是小会要奉白囝圣神的名组织，要来设立过会员廖丽香、刘乃如第二中张友全来做教会的职事。而初代教会有设立7人来办理教会的事务，也请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专心服侍上帝话甲圣礼典，担任受拣选来成做教会的职事。恁就爱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头前来誓约，这是请恁来应答我所问的。当恁要领受这事的职分，你有确信这是上帝呼召也无？恁愿意做这人教会的职事，就忠心尽职，协助牧师长老来归荣光上帝，来利益教会。恁要要去行也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最大。既然关系教会事务，就我靠伊来设法，恁要要去行也无？恁敢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也无？会众请起立来誓约。当恁已经竞选过会员廖丽香、刘乃如第二中张友全做恁的职事，恁有诚实欢喜来接纳因也无？有。因替恁办理教会的事，恁就敬重因，听透因替因祈祷，恁要要去行也无？有。关系保持教会的处事，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小会来设法，毋通四界报用。至到妨害教会大局，恁要要去行也无？有。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济南东会的官兵，设立恁做济南教会的职事，煞通知正会友知。这个职分是照教会规矩交代恁，当恁受设立做教会职事，要协助牧师甲长老。要存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会众请坐，咱请小会员来接纳，咱面对会众。咱拍破来欢迎咱的祭司。好，请就座。这时咱要来举行咱教会的首长的就任，请就任的首长来到伫台前，儿童处的校长洪雅玲执事，
少年团契会长李丽玲执事，妇女团契会长妙玲姊妹，少年团契廖永成兄弟，阿萨西班李博轩执事，希曼西班陈慧玲执事，亚多顿西班郭群元执事，音乐敬拜小组音乐二姊妹，请咱来到伫台前。担任要领受这个要紧的这份，恁就爱伫上帝甲正人面头前来誓约。恁要领受呼召的这份，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也无？恁要领受这份，就爱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尽恁的这份，恁永远的行也无？会众起立宣告：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济南东会小会官兵，设立恁诚做教会的首长，恁就爱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恁所做，常常致意这个事，尽力伫主的面前来归荣光上帝。会众请坐。咱面对会众，咱用拍鼓来接纳伊，诚做教会的首长担当。好，请回座。就是咱要为着下面的事项来祈祷。第一项为着新任的长老、执事、首长，甲这个同工的委身甲服侍；第二项就为着今年事工的筹备甲服侍的展开；第三项就是为各部门单位的会诊去年的这个报告书，请咱同心为出声来祈祷。这时，请事院长吴元玲执事带咱做结束的祈祷。向台湾的上帝，愿满心感谢你，因为教会一切拢伫你的恩典中。今仔日，阮要为着你所竞选的长职甲同工来祈祷，恳求主亲身带领，搁赏赐因谦卑的心、用心的志，伫因所领受的份中间，用疼心、用智慧来服侍教会。诚做教会祝福，主啊，也恳求你引带教会甲所有同工，无论是伫今年每一项事工的准备，也是旧年度报告书的整理，拢有你主爱、恩典甲智慧，甲阮同行，互阮所计划、所行的，拢会当照你的旨意来完成，建立一个属你的教会，引带阮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这是咱来奉献。伫咱奉献时，请咱当时来听这个报告吼。1月份的特约长老是王英德长老。第一项报告，请咱听这为着今日的
今任的长老执事甲单位首长的就任，做伙来为彼此的服侍甲委身来代祷。第二项，1月11号有一个长老执事甲这个新朋友同工服侍的这个事工的说明会，来邀请到长老执事来参与。第三项就是1月18号礼拜日的晡1点，要为着这个新朋友的事工介绍，来邀请到壮年牧区甲青年牧区甲这个小组长同工来参加训练会，请同工来参加。第4项，请各单位伫这个1月11号进前，将这个去年的互惠报告书甲今年的计划书，将这个电子的档案传到这个教会信箱。若无收到这个电子档案的，请往这个办公室，这个家访主任来这个索取。第5项，咱的政府出版一本这个安全的指引，请兄弟来索取。第6项，礼拜5 1月19暗时7点的时阵，伫这个小礼拜堂要来举行太极的这个祈祷，要邀请到这个汤龙生导演来分享处境，过来坐街头祈祷，欢迎兄弟来参加。第7项，伫今年的停车的登记，这个每一只车是新台票1000块，用往办公室来登记。请咱看到这个今日有一个小会甲优质会开会，伫下晡1点，请同工来出席。以上报告。咱要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请起立。请牧师来介绍甲请安。直接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首先来介绍对美国洛杉矶来这个第2光长老甲第何如章长老2位，请起立，互咱来熟悉。过来介绍的是文化大学学生陈永阳，再来请起立。来介绍这个孙启儿，唔知哦，在底下好，欢迎。我咱也甲咱每一位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赐福甲咱三个弟弟。各位来念圣诗392首。阿罗上帝万福本源，吟诗刷请牧师祝祷，请徛开言。
愿上帝平安伴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极大的疼痛，会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个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嘉者，别岛闭会，请遐这来甲中庭的地饼会参与，若有需要带倒的，请留步。甲兄姐报告，较等下各位礼拜堂要礼拜，请咱兄姐刷咱的骹步。